老病死苦，而返天堂永享天伦之乐者，必须我有得遇6万年良辰佳期的幸运。我本人心地善良，我有先天根基深厚，也就是我本人前世做的功德善事很多，此即天缘。我本人祖先有功德，做善事，此即祖上有德。我目人欲造灵宝师汝佛得道，此佛缘已至。也就是前生我们一同做过功德善事，或一同有修过宗教，今生遇天道样式，一同得道修道，此乃佛。